继续来看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本地是要到桃园来参加到通车的典礼，但是取消了，因为要来参加赖总统临时调开的国安高层会议。总统伫会中指示相关的单位来应对，嘛甲中国话话唔通意图要来破坏区域的和平甲稳定。总统府讲对阿强的军演拢有全面掌控，行政院嘛会注意相关的民生议题。感谢大家共同莅临现场。桃园大溪交流道通车典礼是正热烈，交通部长陈世凯亲身出席。不过看来看去，原定10点就要出席的行政院长杜英泰就是无来。原来今仔日早起9点46分，杜英泰临时改行程，伊的原因是总统早上已经召开国安高层会议，指示相关单位进行应处。面对中国雄雄展开的伟大军演，赖清德紧急召开国安的高层会议，讨论应对措施。总统府嘛表示，对中共军演的状况有全面掌握，行政院嘛会注意相关的民生议题。赖清德嘛透过面册公布会议相片，看到副总统萧美琴、行政院长杜英泰分别坐伫伊的边啊。其实根据规定，国安会议出席人员除了副总统、行政院的正副院长、拢爱到场，另外包括内政、外交、国防、财政、经济各部会部长、陆委会主委、参谋总长、国安会秘书长、国安局局长，拢是列席人员。那会议内容就是要讨论甲国安相关的施政方向。进前蔡英文任内坐届召开国安的高层会议，讨论的内容包括2020年冲击全世界新冠疫情，2021年针对强基了台、两岸关系、台美关系嘛有开会讨论。2022年上尾一场国安的高层会议是针对经济问题来做决策。这个面对中国对台湾的联合军演，赖清德紧急召开国安的高层会议，嘛要赶紧甲各部会议定保卫台湾的应对政策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